單位以奶油白、淺木色和柔和灰調作為主軸，透過簡潔線條、圓角細節與連續燈光，建立明亮而安定的居住感。配合深灰色牆身及懸浮式電視櫃，形成輕重對比。櫃體加入弧形收邊、直紋門板及石紋台面，減低大型家私帶來的厚重感。玄關與飯廳一帶以高身櫃整合鞋櫃、儲物櫃及展示空間，部分櫃體採用圓角處理，配合懸掛式層架及金屬線條，令過渡位置更加自然。飯廳以圓角石紋餐桌配搭灰色餐椅，而上方則使用薄身吊燈，既界定用餐區域，又不會阻擋窗外採光。主人房延續米白及木色基調，以布藝床頭、暖灰床品及柔和燈光營造休息感。床頭位置配上簡潔掛畫及植物圖案，延續全屋自然安靜的視覺方向。而另一房間則透過藍白配色，令房間更有個性。而藍色牆面、書架及燈具配合白色家私，令房間更清新年輕。木質擺設及米灰色座椅則提供平衡，避免藍色過於突出。整體設計的核心以曲線、燈光及細緻材質削弱櫃體的存在感。當家具不再被雜物與大型家私佔據，空間自然變得開揚整齊，也更接近日常需要的舒適。